智慧，然后教导各位怎么样给孩子穿漂漂亮亮的衣服。那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是祖先的智慧给我们的。如果没有祖先的智慧，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的文化在哪里。很感谢各位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想你们是有福气的。我希望说在我们开始到结束，因为这个洋娃娃将来会在我们的拓展中心，然后当作是我们部落的一个特色。那只要有人喜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好牌子，占星会，然后就写他的上帝名字，然后我们就会命名这个是某某公主这样。因为我们最近都在推行这个童话公主，那我想你们也可以做王子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公主。所以我的要求是你能够第一堂课上到最后一堂课，这样是最好。不然在中间如果你们没有上到这样的课，而且我们的老师非常用心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我是希望能够给我们部落的族人有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你们因为未来我们会拓展这个多处参访的一个民宿，那你们这个洋娃娃将来就成为你们家里的一个装饰品。那你在刺绣的过程，你也可以刺绣你们家族的图腾，也可以，都可以将来成为你们家族里面的一个标志。很高兴我们的美花老师有这样的服务的心也希望说部落族人能够成长，在这个部落里面能够看到焕然一新的，不管在家里的装置，或者是在部落的每一个道路，不一样的装置是给我们社区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如果透过我们这些学习的人，然后部落可以改造很多，我想我们所学的是没有白费那我们首先欢迎我们担任刺绣课程的老师美花老师。希望借由他的智慧，给你们更多的早安马盖木娜娜基督鲁我现在就请我们的老师今天开始开课那只要有先到，如果只要24位以后，抱歉你就坐在窗外那边看我们做那老师会很认真的督导你们。我们每个礼拜有3堂课。跟以前不一样，每一个礼拜1堂，可是我给美花的时间是1个礼拜有3堂，所以我希望那个面孔永远是你们，不要再等一下这边又是另外一个，然后就这样子乱掉那你们学的东西就会断层，就没办法延续。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老师为你们揭开今天的刺绣课程。好，我将以下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老师大家好，好，欢迎你们那我今天就是讲解我们的课程因为我原本上我们本就是以刺绣以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1条线，我原本是要叫1条线或者有叉叉的图案，可是因为我跟中佑讲说，我们既然不管是最简单的图案，我们也可以弄在衣服。然后我们也很想看到我们自己部落的有没有才华，我们想要用这一堂课透过，就看看每个族人有没有这个比我更厉害，我想要看一下。我这个娃娃这个是大陆绣，我先介绍做这个是。如果你们想只是做个样本而已，那如果要做 size， 我有做 size， 然后有缝纫机，那我们只要说我这边有几个图案，你们就自己绣。那我们只有10个小时的10个小时，比如说每一堂课一堂课2个小时，那我只要用10个小时，那其他时间你们自己要带回去绣。那我会发材料，然后你们要看看，不一定是一定按照我做的，我只是说
大概是我们做传统的话就是这样，你也可以把图案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哪里，只是说要是这样，你也可以放羽毛，都按照你也可以多放不怎么样，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现有的材料就是有这个，有红布，然后有看你要黑色还是红色的布料还是白色的，你也可以做成比较短一点都可以，也可以做茶沙布。我只要把图案给你们，你们就自己去发挥，重点就在这里。然后再就是我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堂我们学会那个就是一般十字绣，那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们绣那个什么下一次如果还有有这样的课程我会教那个你们断纹绣一个不一样的绣法，所以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才艺就教给你们这个我不大会讲话听懂就好了。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创意。这是小礼服，我也许做的不好，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变化。可是我们没有这材料，你们自己去看你们要怎么弄。你也可以做成小小的迷你裙都可以，可是也一定要参我们自己的十字绣。我们的用意在这里，你可以参加这个十字绣。你不喜欢我们这边的图案，你们也可以用你们自己的图案。我们等一下也会发给娃娃，可是因为我们这娃娃会最好就是要先固定，你才知道说怎么样看才会比较好量它的那个尺寸，然后你看得比较清楚我要绣哪里那样子。我们先发材料好了。